而容易導致氣胸嗰啲病人咧，其實好多時佢原來已經有肺部疾病嘅人嚟嘅喎。咁啊，譬如佢係長期哮喘啊、肺氣腫啊、有啲人經常好容易肺炎啊，或者感冒之後有支氣管炎啊呢啲，再加上佢個肺部某一點係特別弱嘅，咁一出現咗呢啲問題之後咧，佢又咳得耐咗啊，咁就好即係比較會容易氣胸，因為當你咳耐咗嗰時咧，我哋可以咳到個肺泡咧就會即係咳到去裂開嘅喎，咁呼吸嗰陣時。而容易導致氣胸嘅病人咧，其實大部分佢都有啲肺部嘅舊嘅疾患嘅喎，譬如佢有長期嘅哮喘啊，老人有肺氣腫嘅老人啊，或者佢哋容易肺炎啊，感冒之後容易支氣管炎啊，再加上佢肺部某一個點係特別薄弱咧，就俾佢咳得耐咗咧，就容易出現氣胸㗎。亦都有見過咳咗好耐之後，將嗰個肺裏邊個肺泡會咳到裂咗嘅，咁我哋呼吸嗰陣時咧就會產生講乜嘢啊？嗱，而容易導致氣胸嘅人咧，其實佢都有個肺部長期問題嘅，譬如佢係長期哮喘啊，有肺氣腫嘅老人啊，感冒之後好容易肺炎啊，或者支氣管炎啊，咁啊再加上你肺部嗰個某一個點係特別薄弱咧，就比較容易出現氣胸嘅噃。咁我亦都會見過有啲人咧係咳耐咗。咳到嗰個肺泡裂咗嘅都會有喎，咁當你個肺泡裂咗啦，咁你嗰個呼吸嗰陣時就產生肺部同埋嗰個胸腔唔正常嘅氣壓咧，咁呢啲都係容易出現氣胸嘅。另外有啲氣胸咧，可能因為自己個自身免疫嘅問題嘅喎，譬如類風濕關節炎啦，紅斑狼瘡呢啲咁嘅自身免疫嘅系統嘅病人，因為佢係會攻擊自己嘅，唔係淨係你局部喎。